高雄市台东病院的经营权呢，去年是由中家病院来接手，也毋过这一档以来呢，煞直直传出因为薪水甲福利是无照聘照行，骹手无够，工课阁做袂起，所以逐个月呢，拢有人来辞职。到去年的10月，已经有105个医护人员辞职去啊。今仔日早起呢，这台东病院的工会是有上百人去到市政府来陈情抗议，要求市政府主持公道。陈其迈，开出来！陈其迈，开出来！大社会市长陈其迈出来主持公道，高雄台东病院工会车牌带上百几个医护人员来到市府大门口陈情抗议。工会表示，台东病院去年1月初1换中家病院来接手经营，当初讲留落来的人薪水福利、劳动条件拢会比进前更较好，不过全部跳票，那薪水奖金拍折，一个人过来做几个人的工课。到去年10月为止，已经有105个人离职。这些数字不只是数字，它代表的是医疗量能的下降。有一个病人来申请病历，我问他说：“你申请病历要做什么？”他说他一直等不到住院通知。我光年薪就比去年高一发给我薪水总计后少了15万。我的工作量跟我的付出根本不足以用这个薪水来比拟，因为我一个人做了好几人份的工作，但是迟迟都请不到员工，争不到人。代志愈做愈多，薪水却愈领愈少。针对台东工会所讲的种种指控，中家病院发声明回应，所有管理制度拢合法合规，这指控拢无事实的依据，将会保留法律追诉权。市府方面，由副秘书长王启川接下陈情时，针对工会诉求，卫生局表示，初步了解，中家病院拢有照合约在行。依条文、依合约，我们逐一检视。那我们大概初步的认定在整个的保障的这个义务上面呢是有符合的。伫咧接陈情时的过程，工会人员因为不满市府无回应明确的回应，双方一句来一句去，愈讲愈无欢喜，加在无发生更较大的冲突。医护人员带袂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病院的医疗品质。大家希望代志会当顺利解决，唔通影响到民众的就医权利。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